宗基表现是不是很不错？非常棒。可这毕竟是奴隶营，能不能让宗基走啊？怕他时间待长了吃不消啊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他对你生出感激之情时，就是他该离开这里的时候。还要多久啊？哎。 姐姐，你安排的不错，这是给你的，还得拜托你再照顾宗基一段时间。姐姐客气，姐姐放心，奴才一定好好照顾宗基。喂，你到底想干嘛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这件事情得好好计划一下。你让我想想。想？你还用想吗？你不是已经有办法了？你好啰嗦啊！ 你当这是买菜啊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么简单？你还想不想改造宗基啊？想。想就少废话，听我的便是。哎，你别这样，你透露我点消息好不好？你让我好心里有个数，或者我也能配合你啊。知道了。你告诉我嘛，啊，你告诉我嘛，你不是已经有办法了吗？你透露我一点。别缠着我。很担心无双的，我求求你了。 想不到把无双关起来之后，他们的关系可以进步这么多。我太开心了！完蛋了，大王这是中邪了吗？宫中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干净了？五姨，五姨，你快来呀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！你干嘛？我觉得你太厉害了，你真的太棒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答应你。嘿嘿，邵雍啊，我看见了，你们两个在一起拉拉扯扯的，你真的，你让我替你做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你说这个，哎，有我出马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放心放心。哎，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啊？我现在就想美美的吃一顿，然后好好的睡一觉。这两天实在太好神了。好说好说，我现在就给你去做，你等着啊。尝尝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手又长进了不少。那是。你也尝尝。好吃。参见太后，奴婢把4位娘娘都请来了。妾参见太后，太后万福金安。都是自家人，无需多礼。起来吧。金妃，大王每一次到你那里过夜，都还要点着蜡烛睡觉吗？回太后，是的，大王每每要看着妾的脸才能安心。银妃，大王每次到你那里用膳，那道年年有余，每餐都会上吗？回太后，是的，大王还特意嘱咐我为他准备这道菜。童妃、穆妃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大王的胎记是在左臀还是右臀呢？左臀。大胆！你们竟然敢信口雌黄的糊弄哀家！金妃，哀家告诉你，大王睡觉从来不点蜡烛，有光他根本就睡不着。银妃，大王从来不吃鱼，一吃鱼他身上就会起疹子。童妃、穆妃，大王身上光洁如玉，根本就没有胎记。太后恕罪，太后恕罪，大王从来都没有来过我这里。哀家让你们来，不是来让你们倒委屈的。哀家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能成功虏获大王的心，那哀家就让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太后饶命！太后莫急，许是大王一时不适，慢慢就会好了。没想到这几个妃子都是如此没用。何止递筷子啊，2个人还互相喂食呢。我有姐妹啊，在龙德殿当差，她说大王对大喜姐姐可好了。天哪，大喜姐姐是不是要封娘娘了？不是，也许是王后。那谁知道啊？
过大王也真是，居然喜欢一个宫女，那是不是表示咱们也有出人头地的那天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太后恕罪，太后恕罪。你们都先起来吧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仔细回话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哀家绝不轻饶。诺太后。达喜，镐京人士，年19，父母早亡，入宫前以经营饕餮食摊为生，食客络绎不绝。什么？他是个孤儿，还是个厨子？这么差的出身，怎么能配得上我王儿？真是大胆！太后息怒啊！虽说达喜姑娘出身寒微，但是大王喜欢呢。听说她能进隆德殿伺候，还是大王钦点的。您不是还担心大王他好南风吗？所以您看是不是？罢了罢了，不过就是一个女子嘛。但既然入了大王的眼，就不能肆意妄为。这宫中的规矩还是得学一学。你去把达喜叫过来，哀家要敲打敲打他。诺。奴婢参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达喜，像你这样的出身，本来哀家是瞧不上的，但是哀家也知道大王喜欢你，看在大王的面子上，哀家勉强能够接受你。但是呢，这宫里的规矩你不能不学，免得以后出去丢人现眼，让大王难堪。所以，从明天起，每一天的某时，你都来到哀家的凤鸾殿，跟秋水一起学习宫中的规矩，直到通过考验才行。奴婢遵命。在这宫中，守时是必须遵守的规矩。你迟到了，把手伸出来。现在开始上课。作为大王身边的人，就必须坐有坐相，站有站姿。记住，坐的时候，两腿并拢，双手放在大腿上方，臀部慢慢往后移。注意，人不要往后仰，要保持直立的状态。来，你照我做一次。糟糕，我忘了我还约了人。你又怎么了？秋水姐姐，在这宫里，言而有信也是很重要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不行，太后有令，不把规矩学好，不准走。好吧，不就是宫规吗？那有何难？你看好了。行，停，坐，拜。如何？我能走了吗？很标准。你走吧。切，还想给我下马威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加紧巡视。诺。抱歉，临时有事，来晚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会？我可是言而有信的人，答应过要帮你，又怎么会半途而废呢？对了，你到底有没有想好办法？过去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无双他还吃不吃得消啊？宗基是大王下令关到奴隶营的，因此，也只有大王有权利赦免他，放他出来。咱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想个办法，让大王赦免无双，并且让他觉得是你替他求的情，这样他就会对你心存感激。那么，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对啊。哎，
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少雍大人，少雍大人，怎么了？达喜姑娘，少雍大人，方才宗基在劳作中不小心受了伤。什么？哎，宗基，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弄的？疼不疼？没事。叫他不要逞能，他偏不听，非得自己爬那么高去清理横梁，一个不注意就从梯子上摔下来了，还把脚给扭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。你别说了，你快走吧。无双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快走吧，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我不走，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还走什么？不用你管，走开！无双，我能行。哎呀，干什么呀这是？我知道我以前很差劲，所以我发誓，我一定要重新做人。我一定会改头换面，让皇帝和太后都为我骄傲的。可是邵大人，之前是我不好，给你造成了那么多困扰，我感到真的很抱歉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想通了，将就的瓜不甜嘛，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，你也不用总是东躲西藏的。谢谢你一直包容我、忍让我，你快走吧。在下拜托阁下多多照应些无双，这份情谊，在下没齿难忘。好说好说，只要大人能给点酒钱，一切都好说。我这身上也没钱了，你那儿还有没有啊？不知道这个男人对无双到底有多少诚意，我得试一试。哎呀，邵大人，我这月钱一早就给了牢头做了打点。啊？你看我也只是个小宫女，虽说月俸不用贴补家用，可你也知道我爱吃，这大大小小的零嘴算下来，也就不剩多少了。我身上已经没钱了。哦，要不这份钱我先欠着，等我有了钱再给您。没钱？没钱你还说什么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别耽误工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别走，过来，我有个建议，我知道宫里还有月钱的宫里太监有不少，不如你去替他们干活，让他们先借你点应应急，你觉得如何？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邵大人，您先歇会儿啊。这些柴已经够多了，您待会儿把它们先搬到厨房里就好了。好，奴才给您拿月钱去。多谢多谢。快，把这些都搬走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柴呢？我的柴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柴没有了，师傅他会打死我的。都怪我。不过你放心，要是扣了你的月俸，我都补给你。实在不好意思啊。
邵大人，您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洗碗啊？把碗都给洗碎了。我也没用多大力气，这碗它自己……算了算了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还是我来吧。照您这么洗下去，我月钱都得赔进去了。对不起。邵大人，谁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工作。您明明不擅长这些打杂的苦活和累活，可为什么还要坚持呢？这些事情是可以让我更快完成目标的。为了完成目标，就算我再不擅长，我也感觉幸福。看来邵雍的确是一个可靠的人，是值得托付的人，难怪无双那丫头都倾心于他。你回来了，坐这儿歇一会儿。怎么样，脚还疼吗？你要吃什么，我去给你拿。你们怎么突然？怎么对你好你还不高兴啊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太突然了。你们之前不是很讨厌我吗？那是之前。这些日子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好人，值得我们去信任。所以，现在我宣布，你是我的朋友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你少得意了，你真以为他们对你好是你自己努力换来的吗？少天真了！若不是有爱你的人帮你，谁会瞧得起你？你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，不许你胡说八道。邵大人，您又来了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又来麻烦你了。你也知道，宗基这毛病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，我就想让大家日后多包容他一些，多鼓励他一些，让他能看到自己的进步，这样他才有坚持的动力。我想他很快就会改变，拜托你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如果还有什么情况，麻烦您通知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达喜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邵雍为了你，甘愿做苦工。你看他的手，是劈柴的时候不小心弄的。宗基，邵雍对你是真心真意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很讨厌我吗？他讨厌的是那个霸道蛮横的你，而不是现在这个善解人意的你。你怎么会帮我们？你不是也喜欢邵大人吗？还让王帝替你表白。我喜欢他有什么用啊？他又不喜欢我。达喜姑娘，我知道我自己错了，我想离开奴隶营，你能不能替我跟王帝求个情啊？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捣乱了，真的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你会骑马吗？你说呢？我一个厨子哪有马骑啊？不会骑马就好。好什么好？我要骑上去摔了你赔我啊？你不用赔我，反正是你的身体。你真是笨得可以。我把邵雍也找来了，如果你出了意外，他肯定会救你。一旦他救了你，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靠上他。接下来该做什么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知道什么？不是，你说清楚啊！快！他救你，你靠上他一个愿望，他一定会让你把我赐给他。只要你答应，达喜就可以嫁给邵雍。这不是你最想看到的吗？可以啊。可是，要是成功了之后，我们俩一直换不回来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一定会有契机的。你可以先赐婚，什么时候换回来，什么时候再成亲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邵雍大人，邵雍大人，
参见大王。起来，起来。少雍大人，寡人听说呢，你马术极佳，所以打算和你切磋一下马艺。少雍大人意下如何？臣领命。好。预备，跑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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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吧？少雍大人，你救了我，你是我救命恩人呀！不，这都是臣应该做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恩典，你随便提什么，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多谢大王，臣斗胆，请大王饶恕无双踪迹，并且把她许配给臣当妻子。啊？无双，不应该是妲己吗？怎么了？哎，为什么是无双？大王，君无戏言。虽然奴婢心里很难过，但大王你已经答应邵大人了，如果反悔的话，有损大王的威严。好，很好。大王您慢点儿，大王您怎么了？不是，大王息怒啊！出去，滚！你别生气了，今天的事我也没有料到，我原以为……够了！你当我是傻子还是瞎子？你当我没有看到你跟邵大人做的那个手势吗？我的真心诚意，你换回来什么？你从来就没打算帮我，对不对？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撮合他们俩，对不对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。其实我当初的确打算努力追求邵大人，但是他跟无双两情相悦却不自知。我想如果就这么错过了，未免可惜。并且若是我追到了邵大人，如果有一天他看清了自己的心意，那你对他的感情，岂不是错付了吗？哎，错付了也是我的事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当众淫为的小人，你滚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那我真的走了。大王说了，只要你活着一天，邵雍就一天不死心。邵雍宁死也不会接受此婚，更加不会接受你。邵雍大人，你醒醒啊！这下你满意了？小喜喜，快过来陪我玩游戏。哎，别闹，我赶稿呢，自己玩啊。好。12点了，忘记给金满做宵夜了。哎，哇，这都是你给我做的？小安，我亲手做的，第一次做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你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好吃。
好吃。盐加多了，哎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扔了吧。哎，别，我觉得还行啊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真的？嗯，然后你给我做的东西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。那你帮我把这个也吃了吧。